202203年分享3网月份，传养生知识。今天经济部请到谭敦慈护理师演讲，分享几点。1. 炒菜最好的油是苦茶油，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最丰富。2. 煎炸最好用葡萄籽油，发烟点最高。3. 蛋是好胆固醇，要连蛋黄一起吃，叶黄素都在里头，蛋煮到全熟才有完整营养。4. 比起为了减肥做运动，倒不如是为了把肥肉变成肌肉。5. 在热的环境做运动，效果比在冷气房更好。6. 咖啡适度摄取很好，但年纪越大要控制，以免影响骨密度。7. 不要相信单一食物、超级食物，多元摄取营养才会健康。8. 避免吃生食，远离寄生虫。9. 马桶冲水前记得盖上马桶盖。10. 食物上桌尽快吃，2分钟后细菌帮你吃。11. 生菜沙拉离开冷藏久了千万别吃，就丢了吧。12. 10月疫苗开打，肺炎链球菌跟流感不可少。13. 瘦肉精开放后，避免吃再制品，内脏类尤其肝肾少吃，不然就是多煮，因为瘦肉精溶于水。14. 多咀嚼，活动嘴部肌肉，有助营养摄取，也预防失智。15. 果汁的营养只有水果原本的1/3。16. 起床后第一杯水不多于200毫升，避免血钠过低变头晕。17. 高血压药不能乱停，反而增加出血风险。18. 年纪大更要走入人群，才能远离失智。19. 水就是水，没有哪种水特别好，光喝水也不能改变身体酸碱值。20. 甜食会让白血球变少，尽量少吃。我认为第16项最重要，连中研院都请他去演讲。第10、12点一定要看哦。健康咨询顾问吴宝芬，他的31年职场生涯里，已演讲6000多场，连中研院都邀请他去演讲。以下是演讲笔记整理出来的资料重点。01. 喝豆浆，其实它比什么都好。02.
只要是香气非常够的水果，苹果、土芒果、土芭乐、水蜜桃，甚至是榴莲，要喜欢吃。不喜欢榴莲就不要勉强。当身体排斥某样东西的时候，就算再勉强吃，身体的每个细胞是不开心或排斥的，再好的东西也没用，反而伤害身体。03. 不能吃葡萄柚，里面的 Norwegian 会破坏肝功能排毒。04. 睡得饱比吃得好重要太多。睡觉时会排放出褪黑激素，缺乏褪黑激素时人会无法正常运作，会产生忧郁、负面思考等想法。05. 果汁不要用打的，不但纤维被破坏，打碎的纤维会氧化，对身体是不好的。真要打果汁，就买一台600块的随便打打就好了，千万不要买超强大功能的果汁机。最好就是生吃，没嚼碎都没关系。06. 水果比蔬菜还要重要，甚至可以少吃蔬菜，但是不能少吃水果，里面的植化素是别的东西没有。07. 水不要喝太多，但是一天要喝体重公斤 x30 的量，例如50公斤 x30 等于1500立方公分的水。08. 要多喝茶和咖啡，因为身体是 pH 7，但是要让身体调到 pH 7.35到 7.4，变成弱碱，才不易的癌症。09. 幽门杆菌会造成胃癌，茶让幽门杆菌无法粘在胃壁上，且茶里面的苯丙氨酸会让人心情好。石赫普洱茶是的乳癌最快的方法，因为放了太久，里面有大量的黄曲毒素是致癌物。11. 咖啡里面的 L-DOPA 可保肝、保肾脏，预防子宫颈癌，还可以防治帕金森症。但绝不要喝低咖啡因或无咖啡因的咖啡。
因为要用更多的化学物来将咖啡因萃取掉。13. 常偏头痛抽筋，又查不出原因，就是缺钙。14. 绿茶是最好的，再来乌龙、香片也属乌龙，再来红茶，包括所有花茶、果茶都属红茶。15. 不要再吃善存，里面是碳酸钙，也会结石。好朋友记起来，全家的健康就靠你。